今天2021年12月22号呢，昨天21号冬至哎，哦，你看今天哦，冬至后一天，昨天还有前天哦都下雨，还很冷，今天比较温暖了。那哥伦比亚特区这么冷哦，个位数的3度靠近0度冰点了，这么冷了，那呢还下雨啊，最高温的时候还才7度了，你看圣诞节的时候温度才升高到2位数16度，低温你看，今天早上低温零下3度了。这里的图案是晴，但是这个画面是下雨。这么冷呢？你看大陆武汉地区的黄皮，湖北东禅寺，禅宗五祖黄梅祖师、弘忍大师，那个湖北东禅寺，湖北黄梅东禅寺的附近，好像是西边了。这好像是算武汉地区吗？还是武汉地区的旁边呢？温度是13度啊，哇，低温都个位数，你看，低温才2度啊，你看呢？快要天亮的时候都很低温呢。然后你看，礼拜六圣诞节零下2度了，到了隔天又零下4度了，冷到只有白天温度最高的时候才有3度了。大陆的武汉地区附近呢，这么冷呢？圣诞节的时候都这么冷。来看新营地区，圣诞节的时候有多冷？圣诞节的时候还有低温15到高温22。你看，昨天前天比较冷，还下雨，今天呢有放晴了。圣诞节那个时候要降温了，你看。不过还算好呢，你看这个温度还算好。看美国的东海岸，华盛顿、哥伦比亚特区，这么冷啊！你看，个位数的高温最高呢，然后到礼拜五才变2位数，礼拜六16度。低温今天早上凌晨凌晨的时候哇，低温零下3度了这么冷，比0度冰点还要低了。今天就是礼拜3了，昨天冬至啊，礼拜六圣诞节，这么冷圣诞节温度还升高一些。圣诞节哇，比美国还冷大陆湖北武汉地区附近黄皮比那个美国的东岸啊，华盛顿、哥伦比亚特区还冷。新年了，你看圣诞节那个时候还最高温还有20几度，你看